扁鵲傳，原作司馬遷。扁鵲係渤海郡人，喺鄭嗰度住嘅，真名係叫秦越人。後生嗰陣呢做民宿嘅，有個叫長桑君嘅背包客嚟住。咁扁鵲見到佢呢，就已經覺得佢唔係一般貨色，所以呢都對佢好客氣咁嘅。長桑君亦都知道扁鵲唔係普通人嚟嘅。來往咗幾十年之後呢，長桑君就叫扁鵲埋一角嗰度，靜雞雞咁同佢講話：喂，老友，我有條秘方，因為我都年紀大啦，想將佢傳俾你，你千祈唔好話俾第二個知。扁鵲就話：梗係。呢個時候，長桑君就喺個袋入邊抄咗隻藥遞俾阿扁鵲話：嗱，將呢隻藥同啲冇滴過落地嘅雨水撈埋佢，連續飲1個月，咁你就會睇到啲勁嘢噶啦。長桑君仲將佢所有記載住佢秘方嘅書都俾鬼晒扁鵲添，然後突然影都冇咗，睇怕佢應該都外星人嚟嘅。扁鵲真係聽長桑君支笛，飲咗1個月藥，竟然俾佢隔住道牆睇到另一邊條茂利。佢用呢種特異功能幫人睇病，就連五臟六腑嘅肌瘤都睇得一清二楚。問佢點知？因為要守秘密啊嘛，就同人講話把脈把出嚟就算。佢有時呢就喺齊國開診，有時呢就會喺趙國擺檔嘅。喺趙國嗰陣時啊，人人都叫佢做扁鵲嘅。就喺晉昭公揸 fit 晉國嗰段期間呢，俾啲大夫級話晒事，同族嘅呢收晒皮。嗰陣時趙簡子就係大夫級數啦，國家大事佢話一就一。趙簡子病咗，成5日都不省人事，成班大夫熬晒底啦，於是急 call 扁鵲。扁鵲嚟到入去睇完個病出翻嚟，董安宇就問扁鵲咩環境，扁鵲就話血脈正常啊，你哋驚乜春啊？嗰陣時秦穆公都試過咁噶，昏迷咗1個禮拜咪醒翻咯。佢醒嗰時啊，仲同公孫支同埋子羽講話：我同班祖宗一齊都不知幾 happy 啊！之所以咁耐唔翻，係因為同佢哋學嘢啊嘛。班祖宗話我知啊，話晉國呢將會立亂，5世都米西之意安寧。不過呢，之後會成為霸主，但係臨老又過唔到世呢。而你嘅後代會令佢嘅國民得到男女平等嘅待遇嘅。公孫支都記低咗嗰段內容噶，但係就冇公開到，而係暗中將佢變成秦國嘅政策。晉獻公嗰陣咁亂，晉文公又鬼咁霸道，到晉襄公又喺夏嗰度 KO 咗秦軍，翻到屋企竟然仲去叫雞添，呢啲你都知噶啦。而家你老闆個病咪同秦穆公個病一樣咯，唔使3日一定好翻，好翻之後實有嘢講。過咗2日半，趙簡子醒翻，同班大夫話：我同班祖宗一齊勁 happy 啊！我哋同一神喺君天度玩，仙樂飄飄啊，處處聞添。啲樂曲呢，有同夏商周唔一樣嘅噃，聽到心都喐埋。有隻熊想噬我，啲祖宗叫我射死佢，喂，中咗死埋。之後又有隻棕熊想搞我，我又射佢，又中咗，又死埋。啲祖宗啊勁開心啦，送咗2個箱俾我，個箱啊仲有把手添噶。我又見到自己個仔企喺啲祖宗側邊，個祖宗啊俾咗隻北方敵地犬我，同我講話：見你咁勁抽啊，所以送俾你嘅。咁話個祖宗啊話我知啊，話晉國啊就快唔掂噶啦，到第7代就會收皮。仲話有個姓嬴嘅呢，將會喺范麾西面 KO 班州佬。不過姓嬴嘅呢，亦都唔擺得幾耐。咁話董安宇聽完之後呢，就記低咗收埋佢，仲同趙簡子講翻扁鵲講過啲乜添。趙簡子就送咗4萬畝田俾扁鵲啦。之後扁鵲就到咗虢國，虢國太子瓜咗，扁鵲嚟到虢國嘅皇宮面前，遇到好鬼死中意方術，做到負責教育管理棕樹寺一職嗰條友，咁啊問佢啦：太子咩病啊？搞到成個國家喺度燒福奇災，唔做其他嘢嘅。咁做到棕樹寺嗰條友就話啦：太子嘅病呢係血氣運行亂晒龍，炒埋一碟又散唔出，外面又發到砰砰聲，內臟又歪晒，免疫力又制止唔到邪氣，邪氣積埋又翻唔到出嚟，陽氣大衰，就咁咪暴斃瓜鬼咗咯。咁扁鵲就問啦：佢幾時瓜噶？由丑時到依家咁上下時間咯。咁撞咗未啊？未，死都未夠半日。咁你同我傳過話啊，話我係齊國渤海嗰度嚟嘅，我叫秦越人，
喺鄭嗰度住嘅，仲未見到過國王嘅風采，又未曾有幸服侍過佢咁。我聽聞太子不幸死咗，我可以令佢翻生嘅。鍾樹子聽完就話啦：喂，你唔好喺度講笑係嘛？你憑咩話太子可以翻生啊？我知道好耐以前喺皇帝時期有個叫魚夫嘅名醫，醫病唔使用藥，亦都冇話用針落扁嘅，亦唔使靠導引按摩嘅，連退熱貼都唔用。佢一睇就知病喺邊噶啦。咁就住五臟嘅腧穴，就開刀疏導揦埋一絕嘅筋，按下腦髓，推下膏肓隔膜，洗下胃腸，清下五臟，練氣矯形，咁搞掂。你如果都係咁勁，太子就話可以翻生啫。如果唔係，又想令佢翻生，講俾啱啱出世嘅 BB 仔聽啊，佢都會笑你啦。嗱，隔咗好耐呢，扁鵲就對住個天嘆咗口氣咁講啦：唉，你所謂嘅醫術，直情係用條通嚟到睇個天，喺條罅度望埋啲紋理一樣。我嘅醫術唔使把脈，又唔使望氣息，唔使聽把聲，亦唔使望個樣，就可以講到你點病法。我知道個病嘅病徵，就講到體內發生咩事；知道體內發生咩事，就講到會有咩病徵。喺表面上見到嘅疾病嘅狀態，哇，咁快我就有一堆解決方法啦。講到口水都可以浸死你添啊！唉，你話我老吹，你試下入去睇下太子，肯定知佢嘅耳鳴、鼻哥窿發下發下，由佢兩隻大髀一路摸上去，摸到佢嘅啫啫，一定有溫度嘅。鍾樹子聽完扁鵲咁講，硬擎擎烏晒嘴，咁就入咗去上報俾虢國嘅國王知啦。國王聽到啊，嚇到個心都離一離，喺中門度就會見扁鵲，同佢講話：我聽你個大名啊，已經聽咗好耐噶啦，一直都冇機會拜候過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親身嚟到我呢個國家仔，有幸得到你老人家相救，對於我哋呢個國家仔嘅人民，講真係皇恩浩蕩。唉，有你老人家喺度啊，真係死都咬翻生。冇咗你老人家，就等搵塊石包住填坑佢，死100次都唔夠咯。喺呢頭未講完啊，個心屈一屈啊，個神撇一撇，眼淚鼻涕就係咁流，傷心到啊，連眼睫毛都浸到濕晒，面口都揦埋一絕。咁扁鵲就話啦：太子個病呢係一種叫做屍厥嘅病嚟，即係暈到好似死咗咁款。因為佢陽嗰個能量呢入咗陰嗰個能量，咁一個胃邊嗰度呢棘住，途中係經過遺絡脈，又唔經正常途徑咁落咗去三焦膀胱嗰度，咁啊搞到啲陽脈係咁落咗去，陰脈呢想撲上嚟，咁百會又塞鬼咗唔通，咁陰喺上面啊，陽喺下面，下面啊頂住晒起唔到，上面又塞死晒通唔到，上面嘅經絡啊塞住陽能，下面嘅樞紐就整爛陰能。咁咪即係破陰絕陽咯，咁咪面色廢得嚟又亂鬼晒，咁咪搞到咁咪死款咯。其實太子係未死嘅，因為凡係陽能入咗屬陰性嘅脈絡就會冇事，而陰能入咗屬陽嘅脈絡呢，先至大領落嘅。呢幾樣嘢都係由五臟嘅能量向上爆發嗰陣嘅現象嚟嘅啫。勁嘅醫生一睇就知噶啦，屎嘅呢就仲喺度霎下霎下咯。於是呢，扁鵲就佢個徒弟子陽就磨針石喺體表百會嗰度咧就取穴。咁一陣之後，太子又醒翻啦。於是扁鵲咧又叫另一個弟子子豹咧就做熱敷，將啲藥咧深入佢個體內5分，又用嗰個叫做8減劑嘅藥方撈埋一齊煮，輪流敷喺太子2個胳肋底嗰度。慢慢呢，太子又坐翻起身。扁鵲又進一步同佢調翻好身體嘅陰陽平衡。飲咗20幾日藥之後呢，咁啊好翻晒啦。就係咁，人人都話扁鵲可以連死人都可以醫得翻生。扁鵲嘅回應就係：我唔係死人都醫得翻生，只係佢時辰未到，我先救得翻佢咁啫。話說之後，扁鵲就去到齊國，齊桓侯接待佢。去到朝廷見到齊桓侯，佢就話佢啦：話你喺皮肉之間有病嘅徵兆，唔醫嘅話會惡化噶吓。咁啊，桓侯就話：我冇病。扁鵲走咗之後，齊桓侯隔籬左右嗰啲是非精啊加把口講話：啲醫生啊淨係識得錢，成日都想話醫好你立功。超5日之後，扁鵲又嚟探齊桓侯啦，見到佢又話：你個病已經去到血脈嗰度噶啦，再唔醫就大鑊噶啦。齊桓侯就話：我冇病啊。扁鵲走咗之後，齊桓侯就顯得唔係咁 like 啦。
又過咗5日，扁鵲又嚟探齊桓侯，話佢：你嘅病係入到腸胃啦，仲唔醫咁就屙拔甩噶啦。齊桓侯啊冇出聲。扁鵲走咗之後，齊桓侯就面窿窿啦。之後又5日，扁鵲又嚟，望見齊桓侯就急急腳走鬼咗。齊桓侯就唔抵得揾人問佢點解啦。咁扁鵲就話啦：啲病喺皮肉度啊，可以用藥敷啊；喺血脈嘅話，用針石都搞得掂；去到腸胃咯，用酒劑都仲撐得住；入到骨髓，揾神醫都搞唔掂啦。加下佢個病入到骨髓啦，我咪唔出聲走人咯。再過多5日，齊桓侯病咗，叫人 call 扁鵲嚟，扁鵲啊特登嚟埋，齊桓侯啊就咁瓜咗啦。如果齊桓侯能夠預先察覺到細微嘅症狀，令有料嘅醫生可以及早防治，咁病就能夠醫得好，身體就可以救得翻啦。一般人擔心嘅係呢個世界有各種各樣嘅疾病，而醫生所擔心嘅呢，就係醫治嘅方法夠唔夠多。所以呢，有6種病係冇得醫嘅。第一，不可一世唔講道理，冇得醫。第二，眼中只有錢，連身體都一於少理嘅，冇得醫。第三，食冇定時，着衫又唔睇天氣，冇得醫。第四，陰陽偏埋一邊，5臟6腑血氣都亂晒龍，冇得醫。第五，身子弱到連藥都吞唔落，冇得醫啦。第六，淨係信埋啲鬼神，唔信醫學，冇得醫。是但中一樣就已經好難醫得翻嘅啦。後嚟扁鵲成為大紅人啦。佢去到邯鄲，聽聞嗰度啲婦女好矜貴，就喺嗰度做婦科醫生。去到洛陽，知道嗰度啲人好敬重老人家，就喺嗰度做專治眼科、耳科、風濕等等嘅老人病嘅醫生。入到咸陽呢，收到風話嗰度啲人好緊張啲細路㗎，咁就喺嗰度做兒科醫生咯。翻掂啊，真係靈活跟風到冇朋友。秦政府嘅首席醫師李煜知道自己嘅醫術唔夠扁鵲咁耍家，揾人買起咗佢。而家啲人講把脈，都係話扁鵲創出嚟噶。傷寒論序，原作張機，即係張仲景咯。我每次讀到扁鵲入到虢國同虢太子診病，喺齊國望齊桓侯氣息而斷症嘅故事嗰陣，我都會情不自禁咁讚嘆扁鵲西非里嘅才能。怪就怪而家啲人竟然唔俾心機喺醫藥方面專心研究醫術，去治療老世家人嘅疾病，又或者幫啲窮苦人家脫離病痛，又或者用嚟自我保健養生咁。一味只係掛住追逐榮華權勢，一心係想做土豪，辛辛苦苦咁追名逐利，只重名利權勢而對身體不屑一顧，外表啊搞到靚靚，而放任身體嘅衰敗。嗱，真係可以講啊，連皮都冇啦，啲毛又可以附喺邊呢？突然受到外邪侵襲，染上嚴重嘅病，殺到埋身先至識驚，都病到成隻死狗咁mất晒機，又只識得指意埋啲神婆，最後啊冇晒計啊，乖乖等死啦！揸住好好成100年壽命，將咁珍貴嘅身體交俾啲 Dr. Yellow Green 任其擺布，真係想唔爆粗都唔得啊！身體暴斃，連精神都滅埋，化成鬼魂，落到黃泉都只能夠喺度哭哭啼啼，仆街啦！成班都戇框框唔肯醒啊，唔珍惜自己條命，咁樣嚟糟蹋自己條命，仲講乜嘢榮華權勢啊？想進取啲又做唔到愛人之人，想平淡啲呢，又唔曉愛惜明白自己身體。萬一遇到咩3長2短，又或者身處喺危險嘅地方，就只係戇跛跛咁樣喺度遊魂。阿正爭名逐利嘅人，淨係掛住眷戀浮華，唔肯鞏固根本，唔理身體嘅，只求名利，直情係危到啊，好似踩喺薄冰上邊跌落深谷下面咁。我家族嘅人口多，有成200幾人嘅。自從建安幾年以嚟啊，10年未到啊死咗2/3，十居其七都仲係患咗傷寒。死咁多人，又救唔到佢哋所帶俾我嘅感傷，令我發奮學習古代流傳落嚟嘅醫學經典。嗱，我又博採眾方嘅，參選咗《素問》啦、《靈樞》啦、《難經》啦、《陰陽大論》，仲有《胎盧藥錄》嘅內容噶。
仲結合埋脈象嘅辨證，寫成咗呢部共26卷嘅《傷寒雜病論》。雖然唔可以話醫好所有嘅病，但有病都可以用佢嚟探知病源嘅。如果可以好好咁探尋我所收集嘅內容，咁都七七八八噶啦。個天就設計出五行生克系統作為萬物嘅運作法則，人類亦有感召到五行系統嘅性質噶，所以咪有五臟。人體之中嘅經絡腧穴，個中嘅陰陽聯絡機制，實在係非常之咁玄妙深奧，入面嘅變化亦都複雜至極添。唔係才智過人，又點可能明白當中嘅道理呢？上古時候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邵瑜、邵師、仲文等等嘅醫術高手。到中世啦，除咗長桑君，仲有扁鵲丞添呢。而漢朝亦都有功成楊慶同埋倉公嘅名醫，不過佢哋之後都冇再聽過咩高手啦。睇下而家嘅醫生，唔去斟酌經典嘅旨意嚟到充實自己所識，只係執住家傳嘅散手，一味跟住舊法行事。診察病情嗰陣，又淨係口頭應對，對病人又唔夠一陣就寫藥方嘅咧。同病人把脈呢，淨係按到寸步就唔按尺嘅，按手脈又唔按足脈。人形扶陽上中下三步脈，參都唔參。嗱，就連把脈時間50下呼吸標準都唔夠。唉，人都就死啦，仲夠膽死？唔知究竟出咗咩問題？狗喉嘅信息連毛都摸唔到，鼻啊、眉啊、額嘅氣息一概都唔理。咁啊，簡直用條鐵去睇個天啦！咁樣想去判別生死，唔難啊，有鬼啦。Johnny Walker Home， 孔子話過。一出世就識嘅係上等智慧，要學先識呢就係次等，而靠聽多啲識多啲嘅又次於上等智慧啦。我呢對醫術情有獨鍾啊，就俾我用學習同靠聽多啲識多啲嘅方法去做啦。穿瓦序，作者趙學敏。周禮入面呢，將醫生分為4類嘅：營養師、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同埋獸醫。後嚟呢，就再分多13科，但係都冇聽過有走江湖呢個專業噶噃。《脈源》呢本書入面呢，有記載，自黃帝以嚟呢，就有針灸噶啦。之後有黃帝嘅醫官毛鵬製造藥丸，醫允首創煎藥。但係都未聽過禁節頂寸嘅用法噶噃。咩係禁節頂寸？禁咪念力咧，節就係落重藥，頂呢就係擁吐，而寸就係瀉下啦。晉朝嘅時候，王叔和就寫咗本《脈經》，講到陰陽內外、辨別三部九候、經絡臟腑等等嘅病呢，都已經好詳盡嘅。金朝嘅時候嘅張子和又認為以吐汗下3種治法，風寒暑濕燥火6種外邪為發病嘅關鍵，但係始終都冇見有關頂寸嘅噃。又問我咩叫頂寸？都話頂係擁吐，寸係瀉下咯。有講嘅又頂啊又寸啊，呢啲都係走江湖嘅醫生開始講起嘅啫，即係所謂嘅走方啦。啲人見到呢，往往都輕視佢哋嘅，話佢哋淨係跑江湖賣藥絕毒，同乞衣啊差唔多。恃住自己有1兩下散手就呃病人嘅錢，咁啊同賊差唔多啦。攞住殘缺不全嘅醫術殘餘，就大肆將佢神化。嗰啲腐爛嘅草同埋有毒嘅劑呢，全部都話係神仙傳俾佢嘅。如果遇到輕淺嘅病，咁都或者可以憑佢自己嘅免疫力好翻嚟邀下功啊。萬一遇到頑固嘅重病，咁啊點會醫得好啊？不過雖然的確係有咁嘅情況，但係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嘅。試問當今坐靚車帶成班靚嘅，全部真係識正知脈辨藥貫通個中嘅奧妙咩？一本正經戴住頂高帽，都只係圖得虛名嘅啫。而家巴結住豪門，收緊勁高人工嘅，唔通都可以決生死、內外兼顧、定到方劑，完全冇失咩？咪玩啦，根本就係霸住個位，誇大自己嘅功力啫嘛。呢種咪就係知道被恥笑嘅人好笑，但係就唔知冇被恥笑到嘅人仲好笑咯。套句子華神講嘅：
咪就係只要你唔尷尬，就係人哋尷尬咯。我細個就中意學醫噶啦，除咗讀靈書啊、素問啊、難經等等醫學經典之外呢，道藏石室秘錄都有睇噶喎。我用同人書閱針灸內經呢本嘢嚟研究穴位之外呢，更加參考埋《黃帝內經》太素同埋《奇經百脈考》。研究傷寒呢，就除咗研究張仲景嘅學問之外呢，仲夾埋傷寒金皮疏抄同埋摩挲金匱添啊。鑽研藥草就除咗必睇嘅《本草綱目》啊，我連《海藥本草》單房鏡元都有睇嘅。一有心得呢，我就唔會慳紙咁記低嘅，不知不覺就養成習慣，都唔知攰添。然後我聽聞走江湖嘅醫生呢，有擁吐瀉下嘅治法嘅，而佢哋又用到神乎其技咁，效果又快靚正。知但係佢哋大都唔肯公開，收埋又唔肯輕易傳授。問到佢哋呢，大部分又只係知係咁，但係又唔知點解係咁。真係能夠貫通其中道理嘅，真係少之又少。所以呢，搞到我想睇多啲、知多啲都冇法，成日都引以為憾。我同族兄弟之中排最大嘅趙柏雲，靠住呢種技術走遍大江南北，遠近馳名。家陣老啦，清乾隆23年戊寅就坐船返嚟之後探我，同我講到佢嘅技術。咁我問佢個中嘅道理啦，又真係幾有深度嘅，冇違背古時嘅醫理之餘，仲貼近個 trend， 同平時嗰啲走江湖嘅好唔同。只係佢講嘅方法呢，有玄虛嘅成分，猥瑣得嚟又好似玩遊戲咁，不免標新立異啦，為正統醫生所不似。於是呢，我就記低佢所教嘅，從加定正，保留可以用得着嘅，分門別類匯總成篇，就俾個名佢叫串雅啦。令之後有緣學呢種技術嘅人唔會因為呢樣嘢庸俗而加以詆毀啊嘛。我諗趙柏雲都應該有我同一個諗法嘅。以前歐陽修射到撲街咁樣就嚟死得，去揾個走江湖嘅獸醫求藥噶啦。軍醫嚟醫好咗宋徽宗笨如合飛，靠嘅就係從江湖醫生嗰度買嘅藥咯。邊個話小道唔會有好嘢？都只係睇嗰個人係咪能夠善用呢種技術嘅啫。唉，使咁多啦，記翻個時間先。乾隆己卯年10月寄望，錢塘趙學敏寫於樹軒。丹溪翁傳，作者戴良。朱丹溪呢係廬州義烏人嚟，姓朱。死咗之後嘅委名呢就叫振亨，字彥修。醫學界都尊稱佢做丹溪翁嘅。阿翁細個就已經好好學，每日都會記誦千字文嘅。再大個啲就同鄉下嘅老師研習儒家經典，修讀科舉課程內容咁啦。後嚟知道許文義先生得到朱熹學說第4代傳人所傳嘅學問，而家喺白華山嗰度開班，咁在嗰度請教佢啦。慢慢又進一步認識程朱理學關於天人關係嘅學說，覺得套嘢博大精深得嚟又純正周密，就決定以此為佢嘅專業啦。有一日，許文義同阿翁講話：我病咗好耐下，但係因為唔精通醫學，唔識得點樣醫翻好自己。你靈感 IQ 稱得上十分之高超，唔知你肯唔肯去從事醫科呢？阿翁因為佢老母個髀有事，都曾經接觸過下醫咁，聽到許文義咁講，就拍晒心口話：有文化嘅人如果精於一藝，用佢嚟推己及人，雖然唔做官，都算係做官啦。於是呢，就一把火燒晒科舉嘅教科書同埋習題集，專心去學醫啦。嗰陣呢，就正流行由陳思文、裴忠元等等校定嘅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阿翁日以繼夜咁樣咪呢本嘢，冇耐就叮咗一下話，攞住以前嘅藥方嚟治療而家嘅病，也一定唔可以100%切合到嘅。如果要揾法度、確立規矩、判斷對錯，就也一定要參考素問啊、難經先至得嘅。不過我鄉下啲老師對呢啲經典都只係識條鐵，於是佢就收拾行裝，實行 working holiday 去請教其他老師咁。
於是佢走過浙河，穿越吳中，喺遠陵留過腳舞，到埋南徐建業添，都遇唔到好老師咯。後嚟翻到去杭州，無厘頭有人話佢知有個同佢同郡姓羅嘅人，個個人呢都叫佢做羅之悌，字子敬，人人都叫佢做太毛先生，係宋理宗嘅時候一個進士，醫術就精湛，得到金朝劉元素嘅再傳，又旁通埋張從正、李杲兩家嘅學說添。不過呢個羅之悌呢，心胸係好鬼狹窄嘅，恃住自己勁就唔理人，好難得到佢歡心。咁阿翁呢就去拜候佢啦，幾次都食檸檬。後嚟見阿翁一次比一次誠懇，羅之悌就俾佢入去啦。見到佢就話啦：爺爺，你咪嗰個朱彥修？嗰陣阿翁呢已經都幾有人氣噶啦，所以羅之悌就知佢乜水。阿翁啊，既然冇得接見，即刻就好莊重咁拜師求教啦。羅之悌遇到阿翁呢，亦都好開心，就傳授劉元素、李杲、張從正嘅著作俾佢。仲同佢展示咗三家嘅旨要添，全部都用《黃帝內經》嚟到做依歸噶。佢仲訓示阿翁話：你掉晒以前學嗰啲嘢啦，都唔啱嘅。阿翁一聽到，腦內便秘啊，即刻通晒，冇幾耐就盡得羅之悌所學，畢業翻歸啦。鄉下嗰啲死認陳思文培中原嗰套嘅醫生呢，聽完阿翁講嘅醫理，即刻嚇到傻咗，然後就恥笑阿翁，仲排斥埋佢添。只有許文義好開心咁話：哎，我個病好快可以好翻啊！許文義個病好嚴重啊，10幾年啲醫生都醫唔好。阿翁呢就用佢個方法去醫啦，效果都不知幾咁好。之前又恥笑又排斥阿翁嗰啲醫生啊，而家先心服口服。幾年啫嘛，阿翁個名就喺度啪啪聲。阿翁一啲都冇自滿啊，仲進一步推敲劉元素、李杲、張從正嘅學說。佢話劉元素同張從正嘅學說呢，喺論證五臟六腑病變嘅因素呢有6種，而其中呢都係濕啊、熱啊同上火嘅問題。於是佢推陳出新，用瀉火嘅方法嚟到進行治療。呢樣啊真係高過前人幾班噶啦。不過如果上火係因為陰虛嘅原因而動，又或者係陰陽兩虛而導致嘅濕熱呢，咁就要斟酌嚟用咯。阿翁呢又講到李杲喺討論到因為食無定時、過度勞倦等等嘅因素傷到脾胃嘅話，咁胃丸嘅陽就升唔到上去，連埋心肺嘅氣一齊塞晒喺中焦嗰度噶啦。於是呢就用補中益氣嘅方劑去治療。呢個之前啊冇人講過噶。另外呢，又因為地理氣候因素嘅關係，西北地區嘅居民陽氣又不足，而東南地區嘅人呢就係陰氣唔夠。西北地區嘅人陽氣容易下降，咁東南地區嘅人呢就容易陰火上升。如果唔知呢樣呢，淨係死跟個方法，咁陽氣容易下降嘅人固然可以好得翻，但係用喺陽氣容易上升嘅東南地區人士呢，我驚反而會令病情惡化噃。於是呢，我就將三家嘅學說互相取長補短，再參入太極嘅道理，仲有易經啦、禮記啦、通書啦、正蒙各書嘅義理，貫穿黃帝內經嘅思想，補完咗醫學脈絡嘅源流啊！又唔怕開心 share 啊！黃帝內經講嘅火，其實同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嘅學說係異曲同工嘅。如果你講個陰講虛嗰啲呢，呢個又同禮記講嘅養陰係一樣嘅。咁呢，我就寫咗上火同埋陽有餘而陰不足2本書，叫做發揮下呢種思想呢。就係咁，阿翁嘅醫術呢，越嚟越多人知，從4面8方走嚟揾佢睇病嘅人啊，塞晒喺條街度。阿翁呢都欣然去同佢哋診治。佢醫咗幾多個病，每個病嘅情況係點，用咗咩藥方，飲咗咩藥好翻，由一開始到而家，邊啲人有效果，喺邊度人叫咩名，就咁呢就得以傳承啦，可以清清楚楚咁記晒落嚟。話說蒲江嘅鄭義士患咗痢疾，有日忽然暈咗喺地，兩眼翻白，失禁之餘仲飆晒汗咁。阿翁把到佢嘅脈象，大而無罪，就即刻講啦。呢個係陰虛得嚟而陽氣就嚟冇晒嘅現象，一定係得病之後仲飲酒搞嘢啦。不過我可以醫翻好你嘅。於是即刻叫人整件人參膏佢嘆，
又喳喳林咁樣救佢個氣海穴。冇耐呢，鄭義士隻手呢就識得喐咯，過得一陣呢個嘴又識得喐埋，到人參膏整好啦，飲咗3劑呢就醒翻晒啦。之後啊，再幾斤人參膏咁懟，病完咯。又講下另一單啦，住喺浙江天台嘅周進士患咗惡寒，就算喺夏天都大被冚過頭嘅，食咗幾日附子之後呢個病仲差咗。阿雍把到佢個脈象滑得嚟又索嘅，即刻就話啦：呢個係熱到嘴盡反成寒嘅症狀嚟嘅。於是呢，就開咗個新涼嘅方劑過佢。周進士飲咗之後啊，嘔咗成升幾痰出嚟，大被亦變咗淨係咁半個頭啦。之後阿雍呢再開防風通勝散俾佢，咁就好翻晒啦。周進士固然開心到飛起啦，阿雍就話啦：你病好之後啊，一定要食得清淡啲嚟養胃啊，多啲靜坐養神，咁你嘅腎水就可以再生噶啦，火亦都可以降翻落嚟添。嗱，如果唔聽話，附子嘅毒一定會發出嚟噶，到時就冇得救噶啦。不過周進士就做唔到咯。後嚟阿雍就被告知佢背脊發咗好多毒瘡，死鬼咗啦。再講一單呢，有個男嘅小便不暢，啲醫生開咗利尿藥俾佢。點知又仲大鑊？阿雍把到佢右手寸脈都幾圓滑，就講：呢個係痰積聚嘅病嚟，啲痰積咗喺個肺度，肺係屬於上焦，而膀胱係屬下焦，就好似用嚟磨墨嘅水滴咁啫嘛。一定係上面嘅窿通咗之後，下面個窿先至可以出到水嘅。於是呢，就開藥嘔到佢阿媽都唔認得，嘔完之後個病好似消失咗咁。再講單你聽下啦。有個女人生咗之後，有樣好似衣襟咁嘅嘢突咗出嚟，上唔翻去，醫生都講唔出嚟乜嚟。阿雍呢就話啦：呢個係子宮嚟噶，因為佢氣血虛，所以就連同個仔一齊得咗出嚟咯。咁啊，即刻俾黃芪同當歸嘅方劑，再加星麻協助升舉翻個子宮，又用製皮革工匠嘅方法，用5倍子製藥洗個子宮，令佢收縮。過得一陣啊，個子宮就收翻上去咯。阿雍呢就安慰個女人話：3年之後呢，可以再生翻仔噶啦，唔使擔心。講中，仲有個喺貧窮線以下嘅獨居婦人患咗賴瘡，阿雍見到覺得可憐就話啦：呢個病一般醫生係搞唔掂嘅，係因為個女嘅唔守禁忌啊嘛。呢個女人啊，因為窮啊唔會亂食嘢嘅，獨居又唔會點發姣，咁應該可以醫得翻嘅。於是自己準備藥嚟醫佢啦，個病就好翻啦。之後個女人啊，再飲成8、9幾劑四物湯，個病都唔再翻發咯。阿雍行醫就係做到咁，佢醫病係唔會死跟古方嘅，而所診治嘅都勁有效果。但係對於國家嘅學說論述，佢就無所不通嘅。其他人仲死守住個古方嗰陣，阿雍就已經調動取捨，阿知最終呢又同古法係契合嘅。一時之間，跟佢學嘢嘅人啊如影隨形，阿雍都開行推補，教到都唔識背添。到阿雍年事已高啦，就順從張翼等人嘅邀請，寫咗《格致輿論》《局方發揮》《傷寒變異》《本草顯異補遺》《外科精要新論》等書。學嘅人大多都從中學習，而學到個中嘅準則啦。阿雍勤奮又有聲譽，有原則又好人，剛毅嚴肅得嚟又獨特不凡，心正身誠，而孝順又有義氣嘅行為，實情啊只係佢嘅天性嘅啫。喺進行祭祀嗰陣啊，都會要搞清楚禮法，好恭敬咁悼念噶。對於母親大人，都按時按節咁忠孝咁奉養嘅，寧願自己蝕灼都要益班兄弟，寧願乜就自己個仔都一定要益佢班兄弟個仔咁。唔啱做朋友嘅唔做，唔啱嘅道理就唔講。佢中意評論古今得失，講嗰陣呢好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嘅氣概嘅。嗰陣時好多名流都屈身向佢請教噶。阿雍就好直接嘅，無所顧忌咁樣講治理之道咯。不過一旦講到權勢利益嗰範呢，佢就會嬲爆爆咁樣走咗去啦。同唔同嘅人交朋友，一律以3綱5紀嚟到斷定嘅。佢試過話：如果天下有道，人嘅品行就會好似樹嘅枝葉一樣咁茂實；
如果天下無道呢，咁講嘅嘢就好似樹嘅枝葉咁虛浮，因為品行係本啊嘛，言辭係從品行衍生出嚟嘅。如果佢聽到有如枝葉咁虛浮嘅言辭，捨本逐末嘅行為，咁啊即刻黑面噶啦，好似要俾人侮辱咁。阿翁喺各方面就係咁卓越，行醫只係佢其中一樣嘅啫。不過阿翁嘅教學行為嘅大概已經喺我朋友宋濂為阿翁寫嘅墓誌銘嗰度有齊晒噶啦。我呢度話唔寫咁多，只係記低佢可傳嘅醫學行為而成為佢嘅傳記啦。希望以後嘅人能夠有個參考咁咯。有人話從前漢朝呢，有個叫嚴津嘅人無所不識嘅，喺成都以占卜為生。如果有人問關於邪惡不正嘅事呢，佢就撳住私拆龜卜嘅結果嚟到分析利害。同貴為人子嘅就依住孝嚟講，同做人細佬嘅呢就依住順嚟講，同做下屬嘅呢就依住忠嚟到講。歷史都讚佢有名望氣節嘅，可以糾正含風禮俗。阿翁喺墓嗰笪地方嗰度得到道家學理嘅本末，而置身醫墓。如果有人嚟求醫，都一定以保養精神為主，而打開佢鬱結嘅心嘅。至於無論佢開口定係唔出聲，一動定係一靜，凡係同倫理有關嘅，都會好用心咁去教誨，令人都會憤然感到激昂萬分嘅。左右銘曾經講過啊，佢話有仁德嘅人所講嘅嘢呢，好處都係廣博嘅，真係唔信都唔得。好似阿翁咁啊，正係自古所謂正直、有誠信又博學嘅益友，又點可以因為佢係醫生而睇小佢啊？《華佗傳》作者陳壽。華佗字元化，又叫做阿夫，家鄉呢喺沛國嘅巢嗰度嘅。佢喺徐州嗰度遊學嘅，對於詩書禮儀等等經典都好有研究噶。無論係沛國嘅行政長官陳貴透過孝子廉潔人才輸入計劃挖佢做人才，定係國防部長王遠徵召佢，佢都唔肯制噶噃。佢又好識得保養嘅，嗰時啲人話佢啊都近成100歲，但係個樣呢就好似壯年咁凍咗齡，都唔知係咪食咗防腐劑。佢對方藥啊精到一個點啊，治療疾病用嘅藥方就嗰幾種，對用藥嘅份量心中有晒數，稱都唔使稱啊，煲好就飲噶啦。佢會同病人交代戒口等等嘅注意事項，嗰頭彈出門口，個病人即刻好翻晒添。如果做救法啊，都會只係救1、2處，每處都只係救7次、8次㗎咋，咁啲病就會相應消失啦。如果用針啊，咁啊淨係拮嗰1、2度，落針嗰陣會同病人講：嗱，拮咗之後呢，你應該會喺邊度 feel 到痹或者痕之類嘅感覺，咁 feel 到要話我知，OK？ 咁個病人就話 feel 到啦，咁嗰陣就掹針噶啦，個病又即刻好翻晒。如果個病積喺體內呢，連吉針服藥都冇符，咁搞到要開刀嘅話，就飲佢獨創嘅麻醉藥麻忽散，唔使一陣就好似飲咗3支威士忌咁，醉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啦。嗰陣華佗就幫病人開刀割除壞死嘅組織。如果病喺腸嗰度呢，佢就會切患病部分嘅腸出嚟做消毒洗腸工序，然後縫翻入肚，搽藥膏，按摩，4、5日就好轉嘅啦，一啲都唔痛。病人都唔覺有個傷口添，1個月左右個傷口就平復翻晒啦。話說金陵行政長官尊夫人懷孕6個月，腹痛到嗌晒救命。華佗同佢把脈之後就講啦：哎呀，個胎已經死咗噶啦噃，叫人用手摸下個胎喺咩位置，喺左邊就係男，咁喺右邊就係女啦。摸嗰個人話喺左邊喎，華佗於是就整劑藥將個死胎逼出嚟。果然係男，尊夫人立即好翻，得咗。縣級公務員尹世啊患病，佢手腳煩躁，口又乾，聽到人聲都覺得煩，小便又唔暢順。華佗就話啦：你試下食啲熱嘢啦，食完如果出汗嘅話，咁就會好得翻。咁如果冇汗，3日之後啊死得噶啦。咁阿世啊即刻整啲熱嘢嚟食啦，但係冇出到汗。咁華佗就話啦：五臟嘅能量啊，已經連渣都冇噶啦。照計你會係咁喊到死嘅。結果
真係俾華佗講中。府級公務員疑尋同埋李賢一齊嚟到華佗屋企揾佢睇病，兩個都係頭痛身熱嘅。華佗就話啦：阿尋呢就應該用瀉法，阿賢呢就應該幫佢發汗。咁有人質疑點解個治法會唔同呢？華佗就話啦：阿尋喺外邊係實症啊嘛，阿賢個實症呢就喺體內，治療方法梗係唔同噶。然後兩個人就分別俾對應嘅藥，到天光兩個病都有起色。喺鹽犢嚟嘅嚴恩同佢嘅朋友一齊嚟探華佗，啱啱到啫。華佗就問嚴恩啦：你身體幾好嘛？嚴恩就話：都係同平時差唔多咁啦。華佗就講啦：你有急病喎，仲騷晒喺塊面嗰度，唔好飲咁多酒啦你。嚴恩一班人坐到咁上下告辭，坐車坐咗幾里路，嚴恩突然頭暈，仲跌埋出車添。佢朋友扶翻起佢，車佢翻咗屋企，到半夜就咁瓜咗。又話說審計處人員鄧子憲病咗，但係好翻。華佗拜會佢，同佢把脈之後，同佢講啦：阿憲，你身體又仲係虛，未好翻晒，唔好行房治啊！行房即瓜噶啦，死嗰陣條脷仲會伸出嚟幾寸添噶。阿憲個老婆得知佢好翻，從8、9幾里之外撲過嚟探佢老公，仲留低過夜搞嘢。隔咗3日之後，阿憲就病發，病狀同華佗講嘅一模一樣。另外審計處一個人呢叫徐毅又病咗，華佗去睇佢啦。徐毅同華佗講話：尋日我叫郡縣屬官劉租用針拮完我個中阮穴，就係咁咳啊，想瞓都瞓唔安啊。華佗就話啦：中阮穴唔拮得噶，會拮到個肝噶嘛，你應該係越食越少，5日就玩完嘅咧。又俾華佗講中。住喺東陽個陳叔山嘅細仔2歲嗰陣有病，屙得嚟又成日喊，日日就攰到咩咁。陳叔山就去請教華佗啦。華佗答佢話啦：佢老母懷佢嗰陣，嗰啲陽氣儲晒佢自己嘅身體入面，個耳頭啊凍過條雪條。個仔染咗阿媽嘅寒氣，唔係冇及時好得翻咯。講完，華佗就俾咗一個4物女丸丸佢個細仔食，10日就好翻啦。又話說喺彭城有個女人夜晚去完屙夜尿嗰陣，俾蜈蚣咬到隻手，好無奈咁喺度呻啦。華佗就叫人將啲藥煲到近熱，浸住女人隻手，女人終於可以瞓到覺啦。華佗仲叫隔籬左右同佢換藥添，暖住隻手，到天光就完全好翻咯。軍中人員梅平病咗，劈炮唔撈啊，翻屋企。佢又住喺廣寧嘅，都未行到200里啫，就喺親朋屋企嗰度唞唞啦。過咗陣，華佗碌到去佢姓許嘅老細嗰度，許老闆就叫華佗去幫阿梅平睇下病啦。咁華佗就同阿平講啦：如果你早啲遇到我，就唔使搞到而家咁啦。而家個病都到末期啦，喳喳臨啦，翻屋企都仲可以見屋企人最後一面嘅。5日之後你又係咁先噶啦。阿平即刻飆翻屋企啦，又真係喺華佗講個期間瓜柴。華佗有日行下街，見到有條友喉嚨哽住，成日想食嘢，但係又食唔落。佢屋企人想車佢去睇醫生。華佗喺聽到條友嘅呻吟款之後，截停佢哋架車，走過去及及，同佢講：啱啱我行過嚟嘅路邊呢，有個賣餅嘅，佢整啲蒜汁啊，勁酸勁辣。你喺佢嗰度攞400毫升蒜汁懟晒佢，你個病就會好翻噶啦。條友屋企人即刻依足華佗指示，懟佢400毫升蒜汁。條友即刻嘔咗條蛔蟲出嚟，佢將條蟲掛喺車邊，車去華佗屋企，諗住去拜候華佗啦。華佗仲未翻，有個喺門前玩緊嘅細路迎面見到條友架車，就自言自語咁講啦：咦，架車條蟲咁似我阿公嗰啲嘅。條友入屋睇下，見到華佗北面牆掛咗10條一紮，成幾十條呢啲寄生蟲。又有一個郡級公務員病咗，華佗認為條友只要嬲到爆嘅話，個病就會好翻，於是呢就係咁收佢當做診金嘅物品，但係又唔醫佢，冇耐更加走咗去添。走之前仲專登寫封信鬧鬼佢。公務員先生果然嬲豬啦，派人買起華佗。公務員個仔知道咩事，就叫人唔好追。公務員先生嬲到爆燈，連嘔幾聲黑血之後好翻。
又有個高級公務員唔舒服喎，華佗就話啦：呢個病咁大鑊，要開刀至得噶。不過睇你個樣都係得嗰10年命，個病整你唔死嘅，忍佢10年，壽終正寢咪好咯，唔使挨一刀咁慘啊。不過公務員都頂唔住嗰種痛楚，好想整走佢。咁華佗就同佢開刀咯，個病亦好得翻，但10年之後都係死咗。講到呢度就講到開首講過嘅行政長官陳登病咗，胸嗰處呢覺得好煩悶，面紅紅又冇胃口。華佗同佢把完脈之後就話啦：你胃入面有寄生蟲喺度啊，漸漸咪形成咗內疽，肯定佢食咗魚生嚟啦。即刻就整咗2升藥，先食1升，之後再懟埋另外嗰升。食完冇耐，嘔咗3星幾寄生蟲出嚟，個頭紅色，揈下揈下咁嘅，半個身都係啲生魚絲。就咁個病就好翻晒。華佗就話啦：你呢個病3年之後會復發嘅。撞到有料嘅醫生先有得掹。後嚟時候到啦，個病真係復發。華佗嗰陣唔喺度，陳登又係佢講咁樣死法。曹操知道華佗咁猛料，就徵召佢啦。自此華佗就成日都喺曹操身邊。曹操患頭痛，每次發作呢就心煩眼花。華佗用針拮佢隔嘅輸液，即拮即好。到李將軍個老婆病得好厲害，即刻按 call 36小時 call 華佗去把脈啦。華佗就話啦：佢難產喎，但個胎仲喺肚入面。咁將軍就話啦：我知係難產，但個胎已經出咗嚟噶咯。華佗就話啦：根據個脈象，個胎仲喺個肚度噃。將軍係死話唔係。華佗走咗之後呢，將軍老婆個病就好啲啦。但係過咗3個月之後又嚟過。咁啊！即刻又急 call 華佗。華佗嚟到就話啦：呢個脈明明就話咗個胎仲喺個肚度啦。你之前應該係生孖胎嘅，大媽先生出咗好多血，細媽就趕唔切出閘。佢老母又唔自覺，隔籬食花生嗰啲又唔醒水，冇繼續接生，咁咪出唔到世咯。個胎死咗啊，啲血脈又翻唔到阿媽度，咁啊實興住個阿媽嘅子宮嘅後壁啦。咁阿媽咪成日都脊骨痛咯。而家開劑藥過嚟啦，好嘛？同埋針你一個地方，個死胎就可以憋翻出嚟噶啦。咁啊，服完藥拮完針之後，阿太啊突然腹痛，好似想生仔咁。華佗就話啦：個死胎已經枯死咗噶啦，自己出唔到嚟，最好啊搵人伸隻手入去攞佢出嚟。攞咗出嚟，果然係個男性死胎，手腳都成咗形，全身黑色，成尺咁長。華佗嘅絕技就係咁西非利。佢本來係想做官嘅，後嚟啊行咗醫，之後又後悔，成日都唉聲嘆氣。後嚟曹操因為親自處理政事，搞到病重，叫華佗做佢御醫，專門幫佢睇病。華佗就話啦：呢個病係超級難搞嘅，如果可以有恒心咁樣慢慢對治，可以延長呢條命嘅。華佗離開屋企好耐啊，心思思想返歸。咁啊，同曹操講啦：我啱啱啊收到屋企寄嚟嘅信，想暫時翻屋企咁樣。咁啊，一翻到歸呢，就用老婆病咗做藉口，幾次夠期都唔去翻工。曹操係咁發出出勤通知書俾佢啦，又叫埋地方官去催過噶啦。華佗自此可以唔憂做，係都唔翻工。曹操啊勁嬲住啦，搵人去 check 下，如果佢老婆真係病咗，就送40斛小豆俾佢啦，仲俾多幾日假佢添。如果佢講大話呢，就即刻拉佢返嚟坐監。就咁，華佗就係咁樣俾人押返許昌都護城嘅監獄。華佗一審認罪，謀士荀彧就替華佗求情話：華佗嘅醫術係有真材實料噶，人命所繫，你不如原諒佢啦。曹操就話啦：我未驚過，我話唔信呢個世界就冇人唔可以替代呢隻死嘢。於是華佗最終就喺嚴刑拷問之下，去咗閻羅王嗰度報到啦。華佗臨死之前遞咗一卷書俾個獄警，同佢講：呢本嘢可以救到人嘅。獄警啊怕觸犯法例唔接，華佗亦唔勉強，就揾把火燒咗卷書咯。華佗死咗之後，曹操個頭痛都仲未好，就話啦：我知華佗可以醫好我個病，呢條死仔又唔同我斷尾，咁樣嘅吊高嚟賣，我就算唔殺佢，佢最終都唔會幫我斷尾噶啦。
後嚟佢個心肝寶貝仔曹沖病得好厲害，曹操喺度呻啦，唉，我真係後悔殺 Q 咗華佗，搞到我仔死於非命。之前軍中人員李成係咁咳，日夜都瞓唔到，時不時仲嘔龍血添。李成就請教華佗啦，華佗就話：呢個病叫腸痈，即係腸生瘡啊，所咳出嚟嘅血唔係由肺嗰度嚟嘅。嗱，我俾2錢散劑你，食咗嘔埋嗰2星幾剩低嘅膿血之後，咋咋能夠好好休養，1個月就會少有好轉，嗰陣就要更加好好保養，1年之後就會好翻噶啦。18年後會有一次小復發，再食埋呢個散劑，亦都會又再好得翻。如果冇呢隻藥，就必死無疑噶啦。於是呢，就俾咗2錢散劑佢，阿成攞咗就告辭啦。過得5、6年，阿成有親戚得到同佢差唔多嘅病，就同阿成講啦：唉，你而家好人好姐，而我就嚟死得，你忍心無事又收埋啲藥等我瓜柴咩？不如你先借個藥過我好翻之後再為你去華佗嗰度攞過啦，好嘛？就咁，阿成就俾咗隻藥佢啦。後嚟佢專登去華佗嘅家鄉潮嗰度揾華佗，點知撞正華佗被捕，匆忙之間就唔好意思問佢攞藥。再過18年，阿成個病果然復發，因為冇藥食，就咁瓜咗。喺廣寧嘅吳普、彭城嘅阿反都跟華佗學醫嘅。吳普跟足華佗嘅治法，一般都藥到病除。華佗同阿普講：身體呢要喐動下先得嘅，但又唔可以太過操勞，喐下呢就可以幫助消化，血脈暢通，唔會有病，就好似門教咁啫嘛。成日用就唔怕生鏽一樣噶。所以古代嘅先人成日透過練導引、站如虹、扭如鶴、伸展拉筋、活動關節，咁樣嚟延年益壽嘅。我有一套叫五禽戲嘅技法，係模擬虎、鹿、熊、猿、鳥5種動物嘅動作構成嘅，用嚟祛病，又可以活化手腳，用嚟做導引又得。身體唔舒服，做其中一種，出身汗，再搽啲粉，成個身係輕晒，仲會變得好有胃口添噶。咁阿普就去練啦，到90幾歲都仲耳仔精靈，棚牙仲好使得。而阿反呢就精於針術咯。當所有醫生都話背脊同埋心口之間唔可以亂咁針，就算針都唔可以針入超過4分入。但阿反呢針背脊會針成1、2寸，針心口嘅巨闕穴針到成5、6寸添。而個病我即刻好翻嘅。阿反又請教華佗有冇咩食咗可以對人有益。華佗就教佢一劑7葉青黏散，用7葉燒1升，青黏燒14兩嚟做比例。話長期食可以去多種寄生蟲，對五臟有益，仲有減肥嘅功效添，就連白髮都唔會有啊！阿反聽話日日食啊，活到成100幾歲。7葉周街都有啊，而青黏呢就只係喺豐城、沛城、彭城同埋朝歌先揾到嘅。香港人的有聲書 Hong Kongers Audiobook 係一個業餘有聲書頻道，希望以粵語為香港人製作有意義嘅免費有聲書。我哋會聯絡作者及出版社授權，將適合嘅書本入面嘅詩粵部分錄製成有聲書，希望喺推廣之餘唔會影響出版社及作者嘅版權收益。希望大家喜歡並推薦俾身邊嘅朋友。如果有其他查詢及支持，可以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香港人的有聲書，或者專頁入面嘅電郵地址揾到我哋。